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去年7月，南投草屯的生技公司4个人死亡的枪击案，法官一审甲嫌犯李宏燕判死刑，并科罚金35万，褫夺公权终身。这个案件的头尾就是嫌犯李宏燕认为讲，公司对罢班的刁难真不满，所以押请到公司甲5个人开枪，有4个人互断死，只有这个公司的头家赖炳南还佫活咧，但是无死嘛，剩半条命。赖炳南的后生讲，这个爸爸的身躯会当行动，也毋过已经失去着语言甲认知的能力，逐工活伫咧惊狂当中。希望官司会当速战速决，莫阁浪费社会资源咯。我是报仇杀人的啦。去年7月，南投草屯康健生技公司4死枪击的命案，开枪的查甫人李宏燕，敢若是因为不满公司一直甲刁难，押请到公司对5人开枪，造成4人死亡，1人重伤。法官一审宣判李宏燕死刑，罚金35万，褫夺公权终身。枪击案为无死的受到重伤，这个康健公司的头家赖炳南，因后生听这个判决的消息了后，感觉真安慰。之前是很担心的。就觉得法官不会判，是当然心理上也是有点高兴。所以死刑没有执行的话，也只是在骗人，也是一个谎言而已，也是在敷衍我们这些老百姓而已啊。赖炳南的后生讲，因老爸好像拍到了，虽然讲会使自由行动啊，也毋过已经无讲话能力甲认知的能力，大家拢活甲真惊吓。他也很害怕，他每天都也是在折磨。他已经是80几岁老人，他脑部受伤，就是他是伤残了。他做了什么事情？要回家不可以回家，我们有家归不得啊！我们很害怕呢。本来是高类专家，有4项专利，还佫有牛上果之父，这个外号的赖炳南，因为枪击案人受伤，无法恢复健康，嘛好赖家人真伤心。即马真毋茫讲，李宏燕一审被判死刑了后，接下来官司会当速战速决，唔通浪费社会资源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